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your past self?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you were very strong, and right now, today, I'm very thankful for you being so strong. So yeah. 我同過去自己講，我話唔好創傷太多，做可以試下其他嘢，同埋唔好咁個人唔好咁攰。多謝晒咯，努力做得好嘅。加油努力啦！即係咁可以講你我想講嘅係要學識去放低，即係有時自己可能對某啲事情會好執着啊，無論係喺成績上啊，或者可能同其他人嘅交際啊咁樣。我覺得其實呢啲就未必係最重要咯。我覺得可能要跟住翻自己個心，你自己想去做啲乜嘢，發掘翻喺一個有限嘅時間去發掘翻你自己想做嘅嘢。我想對過去的自己說，希望自己能更享受當下，不要太焦慮。如果係中四到中六階段，我會話叫自己勤力啲咯。即係當時我係比較懶散，我仲懶散過初中嘅時候，所以如果我當時中四中六真係努力啲，真係再早啲做拍水拍，做多幾份啊，做多幾年，做多幾次，我諗我 DSE 嘅成績會至少升2-3分，我可能有得揀嘅範疇會多啲，可能會揀到啲好啲嘅科，我可能。应该要管理好自己的心理健康，这个很多。我想跟你说，就是过去虽然，很多现在可能有点不尽如人意，但是我并不后悔。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。你想同過去嘅自己講啲乜嘢？我對於過去嘅自己咧，我覺得我自己好唔成熟啊，唔知點解可以有好多事都做唔成，有好多嘢都放棄咗。但係我想同過去嘅自己講翻，其實有好多嘢我只要再咬關，再堅持落去就可以完成，繼續加油。